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这几天南部咧落大雨，嘛影响菜色收成。后礼拜中小学就要开学啊，学校营养午餐爱用到的菜色甲果子敢会受影响。高雄市的农业局是表示讲，若本庄无够用，会去外县市叫货，嘛提醒农民，即马爱设置大水饮、日头晒的水箱。 哎呀，种个你啊看，阁无感觉，你啊等伊好天就拢死了。种菜人赶紧伫抢收用菜，就惊已经泡水的菜，雨停了后，阁晒到日头，下拢烂了，只有稀沙。南部连续几若天落大雨，造成几若所在断水饮水灾情，也影响到作物收成。而再来下礼拜中小学就要开学，就惊讲学校营养午餐供应量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一季因为是生产的淡季，我们会向那个中部的没有受到此波影响。 那个豪雨影响的那个所谓的云嘉地区，这些地方来购买蔬菜，来供应我们大高雄地区以及相关团膳的跟学校的这个需求，所以蔬菜的那个所谓的供应并不会产生问题。 高雄的农业损失爱等雨停了后才发到估计。高雄市长陈其迈27下晡也到主管甲燕族视察，烦恼雨停了后，伫发生的农业损失产生，已经交代赶紧来估计农业损失。相反有饮水灾情的台南满岛本蛋正是产贵，不过进前已经采收70%，所以讲这阵无传出农业损失。那麻豆文旦现在目前采收已经将近70%多了哈，目前没有灾情。那农园方面已经产季的末期了，所以目前也没有传出灾情。 离屏东伫坎顶乡的万华村有两木园积水无退，民众烦恼泡上久了后可能影响这个开花结果。屏东农业署讲，根据各公所花布状况，具体农业损失也伫咧统计。记者综合报道。 那今日感觉落雨，关心天气，咱来看云图。今日西南风减弱，也毋过中南部也是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而且有可能出现大雨，也是豪雨。气象局是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继续发布大雨特报。那东南部甲外岛嘛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所在是侪云，过到了后有西北风。温度方面，南部云较高，高温只剩30度左右；其他所在高温有33度到35度。另外，台北市高温有机会伫今仔日升到36度，爱洗钱。虽然今仔日雨会较点，毋过嘛爱洗钱。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扰动，有机会伫拜六礼拜变作风台，伫后礼拜1甲拜2会上瓦咱台湾。若昨昏的大雨，嘛有造成一个人不幸过身。 连人刮车下到去路边大水沟，台南市会赢一个60外岁妇人人，若像因为落雨天看袂清楚，骑车摔落，下久的会赢消防分队接到通报赶来现场，发现已经渡水死去。南台湾2天以来的雨势是真惊人，高雄公山48点钟累积雨量就超过435毫米，过到了西南风，佮加上一对流，北台湾嘛开始上大雨，水利署佮对树林发出淹水的警戒。 东台湾的宜兰尾仔嘛开始落雨，雨行路的积水佮因甲人行倒起来。气象局预测，拜5以后落雨会较少，毋过伫咧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扰动，有机会伫咧拜六礼拜变成风台，后礼拜1、拜2离台湾上近。可能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发展成为今年第9号台风。那它现在的预测，所有的预测路径呢，大概都是从台湾的东边附近北上。 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伫咧人民册普遍提醒，若是这个风台形成风速增强，无排除讲是中度风台以上的战机。若是扫落来海面上也阁有热带扰动，毛可能接落变作风台，提醒民众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关心国际天灾，美国受风台罗拉影响，已经有5个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拜六礼拜嘛要去灾区巡视。另外，今年第8回风台巴威昨昏伫北韩登陆，继续往中国的东北行去，行过的所在拢在上大雨。水拢淹到厝内，民众摕面桶一直将水泼出去。已经降做历来性低起的北巴威，27早起8点外，带着12级的强风。 登陆北韩平安北道了，向中国辽宁的方向所震动。虽然强度减弱，不过中国东北地区的雨也落超过100毫米。
最强的降雨呢，主要是出现在辽宁的东南部、吉林的南部以及黑龙江的这个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在美国的南部是拄到4级的飓风罗拉，在当地时间27号早，以群中心上悬风速1点钟241公里，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沿岸登陆，是历年来侵袭美国上强的飓风之一，将100万居民撤离，60万户失电，全部也归去灾区。Probably be going on Saturday or Sunday, and we'll be heading to Texas and Louisiana, and maybe an additional stop. 罗拉已经减弱做热带性风暴，一直到当地27下午5点，有5个人死亡，其中路易斯安那州有4个人拢因为树啊倒去不幸往生。罗拉离开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化学厂煞一直庆烟，当局警告民众门窗关好暗，莫出门。在南亚的阿富汗也因为大雨造成严重的灾情。25暗北部的巴万省山顶的大水冲来，超过500栋厝被土石砍掉的。现场也阁继续伫咧救人，目前统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台大公卫学院昨昏公布中华万人血清抗体检验的报告，结果是显示讲台检的4800多人，有4个人有抗体，高危险群阳性的比率是8.3%，这代表咧台湾真正真安全。慢2天，中华关抗体血清调查报告伫早起10点正式公布，由计划主持人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仲权、陈秀熙加中华关卫生局长叶干碧对外说明。中华关伫8月12日以前，已经对4841人进行血清抗体检测，发现只有4个人产生中和抗体，确定有感染。高危险群阳性比率是8.3%，代表一般民众在社区是安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摆在这些刚才所讲的最容易感染的这些族群，然后我们也证明他们最容易感染的族群都已经这么低了，一般民众放心，社区是安全的。这项调查对6月开始，对确诊个案、医护长照人员、接触家庭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研究。叶干碧讲，1月到4月确诊的18人拢产生具有保护力的中和抗体。而且在将近100天了后，又有保护效果。而且是台湾头一摆用科学性血清抗体调查，而抗体检测是反映过去感染状况，检测准确度真悬。而外界烦恼的假阳性，研究中也做了快速检查抗体，几率真低。N 蛋白，老实讲，虽然它会有伪阳性，可是呢，在缺点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低它的伪阳性。然后之后呢，再让这阳性的人出来去做最准的这个综合抗体，这样子才会有效率的，很快掌握这些可能接触感染源的这样的一个血清抗体的这样的一个阳性调查。陈秀熙表示，调查中也发现，确诊者全数拢有中和抗体，而且显示免疫力持续时间只有3个月，甚至有5个月。那对台湾新冠疫苗研发有真大的参考价值，对着防止第2波疫情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一份报告，主持这个计划的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仲权昨昏是表示讲，这个研究主要是教育部、科技部支持的计划，嘛替中华关的卫生局讲话，讲外界对中华关的卫生局长有真侪误解。中华关政府甲台大公卫合作的抗体血清调查结果出来啊！进前外界质疑讲，这份研究无通过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 IRB 甲经费等等的问题。计划主持人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仲权亲身出面表示，这个调查主要是教育部甲科技部支持的研究计划。科技部提议武汉肺炎的研究是政府单位要求，那台大公卫嘛愿意。今天接近5000个案例，在2-3个月内，以过去如果一个学者去做研究，2年都做不到，因为那不可能是这样做。所以所有的简体的采集、分析都是彰化县在处理。那我们最后呢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学术单位如果要去协助他们做流病跟统计的分析。詹仲权强调讲，即个所有的检体采集、受检者的名单，拢伫咧中华关卫生局。台大公卫并无抽任何一致会，是合作分析尔，而且有得到台大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另外，伊嘛认为讲，外界对中华关卫生局长叶干碧有真侪误解，其实是学术要求共同审查意见。早起才收到美国公卫学院院长的审查意见，研究团队嘛是使用食药署审查通过的试剂，一支试剂才台票50块。前一阵子大家
我认识彦博的，不了解彦博的，看到他这种蛮委屈的。这是一个大家没有想过的合作调查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抢功，说什么都是台大工会在做。因若研究报告公开了后，政府敢会持续调查？疫情指挥中心讲，未受记者会影响。我们是认为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调查了哈，所以它应该也不会受到这个记者会的影响。那就是说我们会等这个第二波完了之后，那再由这个指挥官再跟各位报告。曾仁雄表示，武汉肺炎有真侪无症状的感染，可能会甲感染的情形估计了伤低。台湾敢是爱做血清型的调查，一直有两派意见。即个公布研究的结果，嘛会当解除民众对指挥中心看法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妇联会东山的官司，认为东山条例有违反宪法的疑虑，裁定停止审理，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伫6月30有开庭，今日会对外公布大法官解释结果。来关心联合报，内政部昨昏通过政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定政党违反规定会当连带处分政党的负责人，上悬罚100万。另外，新增加政党的选举人员，若准违反国安法，也是组织犯罪的防治条例，判刑确定，会当废止这个政党的弊案。来关心中国时报，广东的海警局通报讲，有抓到一只要偷渡的船只，抓到10多人。有外国媒体是报讲，这人拢是参加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议的人，因想要偷渡来台湾。另外，有风声讲，顶个月有5个参加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偷渡，因为船啊无油啊，掉伫东沙岛，互咱台湾的海巡砍倒来。目前这5个人，香港人拢互安排伫高雄，不过咱的陆委会无愿意证实。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下晡伫澳洲的智库发表施信演说，头一摆讲到台湾甲澳洲的战略合作，嘛认为讲这个区域情势变化伤过紧，需要做全面性战略的调整。而且总统蔡英文嘛才烦恼讲，若无设置处理会出花钱。蔡英文总统受到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邀请，伫咧 ASPI 印太领袖对话以录音的方式发表演说，头一届公开台湾甲澳洲战略合作的信息，因应区域情势变化甲真紧，需要对2000以来上全面的战略调整。Grey zone activities exemplifies and constitute the challenges we must face together.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adjusted its own regional strategy to reflect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region. It became more proactive in its national defense. 蔡英文表示，希望台湾会当甲澳洲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稳定和平。即马面对疫情的冲击，嘛提供重新检视评估经贸合作的机会，希望会当量早启动台湾甲澳洲之间的经济合作协定 （ECA） 的谈判。除了安尼以外，蔡总统阁针对台海变动的危险时期，提出3大关键准备。Beijing's formulation of One China is, in essenc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is is not acceptabl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s we have witnessed in Hong Kong. 针对区域的军事活动一直增加，蔡总统表示，烦恼讲会出火车，所以各方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是真重要的，避免误解甲误判，会密切关心南海甲东海潜在冲突的热点，嘛对两岸关系搁一再强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4项原则。We are open to discussions with China as long as they contribute to a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such discussions are based on the 4 principles, that is peace, parity, democracy, and dialogue. 另外，英国卫报公布，澳洲维多利亚州学校的教科书内容直接抄中国共产党的文宣，甲台湾甲南海桥段线全部列入去中国。新闻爆出来了后，出版社好认统战，讲是编辑的失误，当地回收教科书。外交部强调讲，台湾无受到中国政府的统计。针对出版社回收教科书是表达真欢迎。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解放军最近一直在军演，而且同齐伫4大海域拢有。日本 NHK 是报讲，解放军有伫南海射4粒飞弹，美军的侦察机嘛有出现伫南海。即阵中美军事比拼意图是真明显。
解放军最近的军事动作不断，除了伫南海、北海、黄海开始军演，佮加加到2月开始伫东海进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飞行机首望伫推特发布美军2月派遣 P8的反舰机飞去东海侦搜任务了后，佮接去台湾北部海峡才拍转去。中国侦察机伫咧四大海峡指挥军演。日本媒体 NHK 佮报道，美军正式强军2日向南海发射4粒中程大导的飞弹。南华早报指出，其中1粒是红号做航母杀手的东风2-1D 反舰飞弹，而且美军的侦察机2日出现伫咧南海军演地点附近，反制意识真重。美军的航空母舰在它弹道飞弹一发射不到1分钟就已经完成了拦截的准备，要吓唬民进党要吓唬我们对美国是摆一个姿态。中国地壳是公布美军 RC-135W 侦察机2日对阿拉斯加部署到 Okinawa， 若是P8的发舰机是通过南海来侦察，传出台湾甲美国积极沟通。川普政府可能会伫咧9月份宣布对台军售，其中包括华地汽车飞弹等等的项目，毋但数量增加，预算嘛拄500亿，扩大增加到810亿。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真欢喜军售案提悬台湾防卫能力。Trump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improve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the addition of F-16s this past year, I put asid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few more tanks are going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help Taiwan. 未来在有事情或者有状况的时候呢，其实澎湖地区会是第一个部署地方，因为它靠中国大陆比较近。专家强调讲，即个华地汽车飞弹有烟花目标压制模式，毋但会当攻击军舰，佮会当对华顶的目标来弹，像讲攻击港口的设施，也是港内军舰。面对强军的威胁，国军提悬反击能力。中科院已经完备精天型hướng2飞弹的量产计划，国军原本的华地型hướng2hướng3反舰飞弹会当甲华地汽车飞弹交叉使用，攻击华台中共军舰的几率从50%提悬到70%。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439万例，死亡人数有8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2487例。中国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700多例，日本是超过65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603万例，已经超过600万例。巴西是超过371万例，印度超过331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45万例，英国超过33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9万例。若讲到南韩的疫情嘛是愈来愈严重，过一日就增加441个确定病例，这是这半年来上悬的纪录。新冠病毒伫南韩拖，日增加确诊病人441个人，其中434个人是国内感染，创下半当台的新冠纪录。除了保持第2阶段社交距离措施，敦促企业和员工伫厝工课，更要求部分捌参加进行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进行检疫。 광화문 인근 체류자에 대해서는 지난 20일 진단 검사를 받도록 문자로 안내하였고 이들과 버스 탑승자 명단을 통합하여 중복 인원을 제외한 약 5만 1000여 명을 관리 대상자로 분류하고 지난 25일 역시 관할 지자체로 송부하였습니다. 部分大社区嘛，家己实施更较严格的措施，首年个要求除了食物件，不管是伫室内还是室外，人侪所在拢爱挂嘴暗。未来嘛有可能甲社交距离规定提升到上严格的第3阶段，到时阵学校甲店铺拢会停业。 同款是东北国家的日本，嘛考虑制定更较有强制性的措施，会当伫疫情恶化时阵强制要求相关的业者暂停营业。目前日本国内每个月需要的喙暗差不多是11片，兼国内敢若会当生产各1片。政府嘛承诺会甲其他国家协调，维持进口喙暗，保持需求。日历法国过去24点钟确诊病人有5249个人，是改建以来一天增加上济确诊病人的人数，嘛是过去4个月来的新高。 虽然疫情严重，也不考虑到学生的课程，有关决定伫9月初1照常开学。在疫情严重的状况下，各国嘛加紧研发疫苗的速度。俄罗斯研发而且认可的全球头1个疫苗已经进入最后的试验阶段。
当时阵，副总理高丽可娃嘛宣布，要伫9月底到10月初注册第2个疫苗。В к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что будут завершены клин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еще одной вакц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а баз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Вектор». 另外，美国莫德纳药厂研发疫苗已经完成第1阶段测试的报告，所有参加的人体内拢会当验出会当消灭病毒活性的抗体，产生同款的免疫反应。虽然会有淡薄亲像感觉忝、感觉冷才的反应，严格镜头拢会伫2天后消失。记者陈雄整理报道。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是发生黑人搁互白人警察开枪的事件，当地民众不满已经连续3天出来抗议，抗议的时嘛发生冲突，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基诺沙市这个加油站周围围着真侪声援布莱克的民众，因对画面上这个提枪的查甫人救护加油站避免遭到破坏，明显真不满。不过，在双方拢有控制之下，这个现场无出现闹会冲突。随后却是听到这款的声音。不过了无偌久，市区另外一边就出现这款的场面，画面上摕着长枪的人，和真侪人伫要拍，伊先是绊倒，随来就传出一个枪声。They jumped on top of him, and there was a struggle for the rifle for a few moments there, and the gunman fired off multiple rounds, and he hit that one person that was attacking him in the arm. 这枪手随后行向赶到现场的警察车，向警方导航。A 17-year-old individual from Antioch, Illinois, was involved in the use of firearms to resolve whatever conflict was in place. The result of it was 2 people are dead. This is not a police action. 警方指出，包含进行2天的抗争画面，示威者想要将法院的围墙给杀倒。前后总共有34层的火灾，30间商店甲一寡车辆互放火烧去。市府认为，州政府派来250名国民兵根本无够。庆吉进前就正式行文予州政府，要求增派2000名的国民兵，并且赋予警察权来维持秩序。不过，州政府认为，应该先追究造成民众生气的原因，也就是白人警察对黑人民众施加暴力的政策问题。对着市府的要求无正面回应，市府有是在3天内底第2摆紧急发文予州政府，甲申请支援的国民兵人数降到1500人。而伫调查枪击案方面，警方伫布莱克的车顶找到一支刀，根据司法单位审问结果，人伫病院的布莱克无否认都是伊的。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去年3月份，纽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发生一桩嫌犯乌白开枪，造成51个人死亡的事件。这个19岁嫌犯即马向纽西兰的高等法院判无期徒刑确定。纽西兰基督城清真寺51人死亡、49人受伤的攻击案，是纽西兰史上上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现年29岁，澳洲籍白人对象主义者塔伦，承认犯了杀死51人的谋杀罪，40项谋杀未遂加恐怖司机攻击的罪行。高等法院法官曼德尔27日宣判时阵，讲凶手无人性，犯下的罪是遮尔邪恶，就算改关到死，拢也无算讲是顶法。最后对伊判处无期徒刑，而且袂用释放。And the other job that we have is making sure that he has no notoriety, that he has no platform, and that we have no cause to think about him, to see him or to hear from him. 2日开始，伫基督城进行的4天审判，主要集中地听取罹难者家属甲幸存者的证词。90位证人听证真情的过程，凶手拢无表情，看起来也无什么证词。已经有律师讲无反对检方求诉的刑罚，并且放弃对判决发表任何谈话。You had no right. I pity you. Your coarse and tainted heart, and your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 You would have to be so utterly miserable to be so close-minded and yet live in such a beautifully diverse world. 凶手是在2019年3月15日下晡，摕着半自动步枪走入去努尔清真寺甲林伍德伊斯兰中心，疯狂向着正伫祈祷的穆斯林扫射，全程也经由头壳带着摄影机伫面测直播，
毕业了后，伊向警方讲，原本计划攻击了后，要将2个建筑物全部烧掉。讨论是在2017年对澳洲搬到纽西兰，警方调查发现，伊搬到纽西兰了后就开始筹备犯案计划。攻击案发生了后，无到1个月时间，纽西兰当局就马上修改侵害法，那禁止半自动武器，就连被用来组装这类武器的零件拢禁止。而原本就存在民间的这类武器，政府是出钱对于使用者遐改买回来。记者慈宏报道。所以，咱个镜头来去英国，英国要挖200年历史舞团的产业8月中要正式结束。英国按算伫2025年了后，嘛要全面停止用火力来发电。啊，那现阶段，当年还阁需要500万吨的土炭，会先对俄罗斯来进口。啊，那即阵英国的矿工是伫开始烦恼因的未来。卡车甲土炭倒伫咧矿场，这是英格兰北部挖苏格兰边界杜尔罕郡。不是英格兰重要的土炭产区，也是工业革命重要的发源地。英国的煤矿产业上早会当算到罗马帝国统治时代，迄当阵和土炭过日子的人口有100万，伫咧经济上正重要。不过科技进步，甲大家注重环保，土炭的需求量愈来愈少。2015年，英格兰最后一个地下的炭坑被关起来，5年了轮到地表矿场布莱德雷。They've been in it for 30 years, obviously coming into it late. My father, like I say, worked for British Steel. That industry's gone. It's awful. I think that there's British lads there that can do the job. We've got all the machinery, got all the training, probably more qualified than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we've had it all taken away from us. 互人认为污染环境加重气候变迁，煤矿产业就算是捌饲活真侪家庭，不过这嘛是同人反对大家骂。We have to make this transition and we have to do all that we can because our lives in this planet is at stake. Economic advances matter for nothing on a dead planet. We are not climate change deniers. We understand that. But at the minute, and for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we need coal. That's why we need to be mining the coal here in County Durham and in Northumberland and Newcastle upon Tyne for our forward programme sites. 虽然全英国也有苏格兰威尔斯等所在也有炭坑伫咧挖，不过英格兰本身重要的炭坑是一个一个关起来，火力发电加钢铁工业依然有需求，每年国欠500万吨，国内供应又搁减少，只好靠自俄罗斯进口。不过，迄寡做了几60年的炭工，以后日子免哪过，也无答案。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昨昏宣布要制裁帮助中国伫南海军事化的24间中国企业甲相关的人士，只要是有负责，也是替中国伫南海大规模填海造陆去军事化设备的中国人，拢要对因提出限制签证措施。来关心中国广东的海警局讲，因掠到一只偷渡船，船顶有12个香港的少年家，这些少年人拢是去参加反送中运动的少年人。其中嘛包括和中国以港版国安法上法办的李武宪。伊朗的官员讲，伊朗即马已经同意要和联合国的人员入去2位进前因捌严格封锁的核能设施去做稽查。即马吼，伊朗唔免阁受国际制裁，会当阁一摆开始卖石油甲天然气。政治的消息，镜头转来咱国内，2022年，咱台湾要举行地方选举，各阵营即马拢开始在规划啊。毋过时代力量却一直有人在推动，即马时代力量在地方官员、地方议员只剩11个人。雄雄宣布要退出时代力量的高雄市议员黄哲，27早起，佫一改表明伊的立场，对时代力量已经无任何的期待，决定以无党籍的身份，伫地方继续拍拼。如果连这个选举都要这样搞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其实党内也没有任何值得期待可以改变的机会了。这嘛是时代力量推动的第4批，成立5年的时代力量，伫去年8月份，洪志勇、林昌泽因为不满党内路线的问题，表出第1批推动。所来10月份，萧新生、陈武焕嘛决定离开。11月，陈亮君、吴征退党。今年8月份，迄当阵的党主席徐永明涉嫌食钱，毋但徐永明退党表示负责，嘛加入黄旭芬甲林永明退党的原因之一。所落来伫权力核心改组进程，黄国昌配票的录音档流出去的代志，地书詹文学宣布退党，所来就是黄哲。人头党员的争议，加做因退党的原因之一。短短1个月内，都5个人离开。
时代力量捌互认为是台湾政治的新气象，即嘛煞面临着一波一波退党的人。目前也有党员身份的学者吴国宪认为讲，关键也是伫党的路线。他在路线上面而言，到底跟民进党是呈现属于竞争关系还是竞合的关系？然后他在政策立场上面如何去跟他同质性比较相近的激进或者台联，甚至说民进党当中如何去跟大家有号召？我觉得这是时代力量一直以来都要去面对的问题。时代力量的风波要烧袂退，有人甲批评的目标指向前党主席黄国昌，这嘛反映出时代力量的未来是充满无确定性。2022的地方选举，那就开始布局，民众党甲台湾基进，等等第三势力嘛伫咧拍拼。时代力量一无简单培养出来的地方议员，煞连续离开，敢若剩11席的县市议员，基层的实力是面临着挑战。台湾社会并如果说没有重拾对实力的信赖的时候，你怎么布局都是没有用嘛。党团总召集人曲显智讲，目前第一要紧是要重新得到社会的信任。曲显智强调讲，会尽量将黄节留落来。而且新的决策会成员确认了后，嘛会好好啊讨论，要安怎彻底解决。希望伫风风雨雨当中，会当重新搁振作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出名的网络红人，人拢叫伊馆长的陈志涵，今仔日半暝2点外，互人开3枪，骹腿甲手骨头拢有着枪，加在伊的意识清醒，赶紧送上病院。伫送病院进前，伊还佫有开直播。请大家照顾我的老婆跟小孩。拜托大家，拜托大家，还有我的妈妈，拜托大家。陈志涵着枪了后，倒伫涂骹随开直播，警方赶到现场，初步是了解讲嫌犯对伊开3枪。陈志涵的正手、正骹的骹腿拢有着1枪，毋过好佳在伊的意识是清醒的，赶紧送上病院。警方表示讲，目前有一个查甫人去自首啊，即马专案还佫咧侦办。那桃园的刑警大队是掠到一间地下的翠暗工厂，这间翠暗工厂生产翠暗，甲大北京厂商的商标，甲卫福部核准的字号，放伫网络顶头卖。警方伫现场有抄到5万块的翠暗，已经送法办。真侪刑警入去桃园市北地区这间地下翠暗工厂，桃园市刑警大队接到线报，工业者无医疗器材制造执照，伫咧生产翠暗，国防部大牌子为商标。查获翁姓男子涉嫌假冒其他经卫生福利部核准之医疗口罩厂商名义，于包装上印制合格公司的名称及卫生福利部许可核准的字号，利用网络上虾皮购物等通路贩售。姓王的负责人叶工厂本来伫咧经营翠暗机器，看最近疫情小可升悬，就家己进还了，伫咧厂房采2台机器生产翠暗，一个翠暗差不多卖7块。现场起获口罩成品有30箱，有5万多个。那半成品有1箱，及仿冒口罩的纸盒有1箱，有250个。警方讲，生产假翠暗的不法所得依然伫咧计算，专案将会依照违反药事法、商标法等罪嫌，将姓王的负责人移上桃园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光新机是咱国内头一间已经进入武汉肺炎预防下人体试验的公司，因按算伫11月份会使进入第2期的试验。若是一切拢顺利，上紧伫今年底就当开始生产预防下。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国际继续抵拖，各国交换疫苗拼进度。台湾头一间批准进入人体试验的国光生技公司27表示，自主研发的疫苗这礼拜已经进入1期人体临床试验，伫咧国际疫苗的竞争当中，加入去前20%的迄阵。第1期的人体试验在这个礼拜已经在台大医院顺利的收案。我们2期的人数会做得相当的多目标是3000。有这个热情、有意愿的愿意参加我们2期临床试验的跟我们公司报名。国光生技表示，1期临床试验计划主持人是台大病院的张尚顺教授。临床试验受案超70人，证明疫苗安全无问题了后，会当伫咧11月份进入2期临床试验，目标人数是1500人至3000人，上期年底进程开始量产。后续3期的临床计划会采取多国多中心受案，目前已经有真侪国家表达合作意愿，会搁全面评估。10月份开始的我们会先从少量逐渐增加，明年农历过年前可以达到
150万到200万中间。如果能让一些医护人员或高危险群能够先有一部分施打的话应该大家会比较安心一点。詹启贤表示，上尾目标是希望伫咧明年年中提供予全民来做疫苗，带动全台湾解封。除了有国产疫苗，是由数日前嘛核准头一件国产武汉肺炎控管器剂，供应敢有感染病毒，差不多需要10分钟就会当知影结果。这个抗原试剂它基本上是针对有疑似症状出现5天内，等于说是患者初期的时候可以帮忙做筛检。陈启慧指出，控管器剂虽无会当找出急性期的感染者，毋过因为病原检测必须伫咧体内的病毒达到一定的量，才会当检测到，所以袂当当作是诊断的唯一判断。必要时阵也是需要透过 PCR 检验来看。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即马是宣布讲，要继续禁止带团出国去旅游，另外国外观光旅游团嘛袂使来台湾，毋过并无宣布要搁禁止偌久。咱政府即马是强调讲，国内的安心旅游补助会继续补助到9月底，要拼国内观光。今年底真正想要出国，可能无望啊，因为观光局宣布继续暂停组团去国外旅游，还有国外观光团体入境，而且这届禁令无期限，等于讲是无限期停团。观光局八会会看疫情状况随时调整。我们会适时来调整并做公告哦，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期的一个概念，倒也不是说一个无限期啦。主要经营国外旅游团的200家旅行社，顶一日宣布预计9月底办理停业，旗下品牌嘉里旅行社会伫咧9月底裁员超60人。另外，华航旗下旅行社华旅嘛未砍止，宣布要结束营业。国内中小型的旅游业者拢来宣布停业甲裁员。若是根据观光局的统计，1月份至7月份，全台湾的旅行业有3104间，申请停业的17间，改善的已经有26间。情况一直到年底的话，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业者会慢慢的要退出市场。如果到疫情一直到年底，甚至到明年第1季、第2季，不要说航空公司，可能连5星级大饭店或航空公司，它都撑不住。海外业务拢无啊，目前敢若剩国内旅游的业务，即马所传出国安心旅游补助敢若剩3亿，上济敢若会当当到9月初。花莲的观光业者爱讲，当初时的安心旅游补助就是规划到10月底，若是临时发动，可能引起消费纠纷。如果已经订房订好了，他在没有接到补助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抱怨。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把它做完做满。安心旅游都没有的话，你想有3000家旅行社怎么办？100-200家，我觉得都还是预估的比较少了。安心旅游没有了，整个旅游业绝对会崩盘。旅游业者表示，要推动观光立国，袂当干那是挂口号，应该协助观光业渡过难关。现在伊回应讲，交通部已经找到钱，会到纾困2.0亿当中，交通部规划补助国际旅客来台湾旅游，超有10亿以上先来应用，预计当到9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赶紧来看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昨昏开幕，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台北市长郭文哲拢有去参加。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这个流行音乐中心是中央出钱、地方经营的模范。也毋过郭文哲甲蔡英文昨昏无互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2次举行开幕仪式，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台北市长郭文哲3人同台，轮流讲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定位。从200人到6000人，有不同的这种尺寸给不同的音乐会来表演。事实上，北部流行音乐中心是东进门户计划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台湾除了信义区以外最重要的会展场地。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但是我喜欢听流行音乐，这也算音乐人吧。前一阵子受到疫情的影响，我知道有许多音乐人的演出取消了，收入减少了。北流的开幕代表着台湾流行音乐即将重新启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台湾头一座流行音乐的专属场馆，对选地址到开幕行了17年。拄开始的计划来自新集团建设，由文化部主办，中央出资96%，并且委托台北市政府代办二体工程加软体计划。蔡英文讲，这回合作是中央出钱、地方兴建的代表。不过，蔡英文甲郭文哲同台，依然是无活动。典礼结束时，蔡英文留来参访，郭文哲反倒转先离开。
其实事前文化部这边是没有通知总统会来参观的，只有就是开幕的仪式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交由就是专业的我们的黄玉玲董事长来带我们总统来参观。蔡英文国本体活动受注意，这场馆也出现2种的名称。文化部设定活动看板是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台北市政府强调场馆登记全名叫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讲，头一种讲法是计划名称，不过即日起就正名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未来唔只有展演，也会成做培育人才的产业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关心今年的文旦产量加7%。农委会为着要互价小较稳定，已经启动收买补助。另外，农委会嘛按算要推出第2批的农油券，就是讲乡亲买油啊买超过600块，就送你250块的礼券。详细规划后礼拜会对外公布。甲文旦地做地压，婚林的青年农民即个要透过超商的通路来卖文旦。今年文旦比去年是增产7%，产量75000多吨。农委会搁一改启动收购补助，甲刺激品做加工，或者是做后肥。毋过感谢搁出现去年文旦伫咧农地囤规堆的状况。青农讲，若是刺激品无安尼处理，价销会落搁较济。它本来就不应该进入市场，因为那种刺激品只要进入市场，它会冲击到正常品的价格。青龙指出，文旦要对外观来看讲，敢会底部是真黑，一般拢是靠农民以成熟分级，毋过确实分级有困难。若是讲农民会当配合多肽刺激品，和政府来收购，那个压力会较细。农委会今年除了启动收购和扩大外销，而且搁配合农油券的消费热潮，按算讲要推售油芳礼券，初步规划要600块的文旦会送你250块的礼券。或许下礼拜农委会推出整个农油券的2.0，那6箱礼券里面，我们预计会有超过5万箱的这个让所有的消费者来上网去登记抽签。那之后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加码的这个优惠的措施。农委会表示，要确保政府若是开1块银，会互农民上无增加5块银的收入。若是像这款的加价补助，感谢照无共的节气来推动。诸位陈吉中讲无排除这个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婚林西里复兴宫拜太平马，伫旧历7月份的时，庙内拢会甲钟甲鼓放起来，避免讲钟拍鼓的声音去惊到对阴间来的好兄弟。伫上景结束了后，庙方人员提出封条，分别打伫门外的钟。这是因为旧历7月时，为着避免搅扰好兄弟，伫西里镇复兴宫特别办理的封钟鼓仪式。要封鼓进前，咱有上一个妈祖经，妈祖经就是讲要互先在伫这个时阵先接到妈祖，伊该听经问法。吼，因为一般周边难免拢有，就所以讲一定拢会先上经，啊，互妈祖的爱，妈祖慈悲的精神，互因先得到。庙方指出，伫封钟鼓仪式了后，所落来嘛依照百年习俗举办庆赞中元普渡法会。庙方嘛提醒信众，伫防疫期间入庙参拜爱配合防疫，爱记得挂喙罨加喷酒精。大家嘛是爱配合咱的政府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不能大意，因为即摆咱台湾疫情是还 OK， 但是国外是真危险，但是咱嘛袂用大意，所以讲咱嘛一直宣导要配合我们的政府，该做的防疫措施咱一定会做好。旧历7月嘛是人咧讲的普渡月，地方各大庙宇拢有相关的宗教活动。毋过伫防疫期间，民众若是去公庙参拜，一定要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有一只拄啊出世的赤鸟啊，伫公所边仔的涵港，互一个兽医发现，真好运，全甲这只赤鸟啊送去公所，拜托人照顾。饲大只了后，就要甲也放转去大自然。只有一只脚。哦，有没有注意到？哦，它现在一直是在训练它站稳。细只的出家鸟啊，伫咧兽医的手内底学徛，看起来不离啊古锥。毋过这只幼鸟啊，前一阵仔去互发现的时，身躯拢无毛，细甲了仔囝，落伫咧台中市大安区公所外口的涵港边啊。公所的兽医看到伊，是更加捡转去区公所照顾。其实掉落下来的时候是虽然精神还不错，可是活力也很好，可是它的脚是有受伤的状况，直接就想到先让它保温。青鸟可能在附近也没有办法让它再
再回潮了。蛋黄粉啊，还有一些饲料能够让它就近的可以吃。用专门饲幼鸟仔食物件的唐树讲，饲伊食饲料。大安区公所的办公人员轮流看过这只受伤的触角鸟仔，同齐保护这个小生命，众人是拢感觉真感动。张大嘴巴就觉得哇，它很兴奋要吃东西，那个感觉就跟我们人类一样看到奶瓶就会张嘴。虽然说他脚受伤了，他还是很努力的，好，就是来生存下去这样子。跟我们讲说，我们遇到了这种人生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努力的继续的这样求生存这样子。看到触角鸟仔一枚大一寸，区公所的兽医和工作人员是拢感觉真安慰。等到触角鸟仔的脚恢复了差不多，因得该野放，让伊回去大自然，飞向广阔的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去高雄，高雄有一阵讲故事的志工妈妈，因组行动故事妈妈剧团，四界去表演讲故事。今年的秀抓剧团专工安排10多场的台语故事表演，甲乡亲咱嘛做伙来去听故事。介趣味的狐狸甲高山啊，小朋友看了笑嗨嗨。扮演的内容是囡仔册，遮的演员拢是志工妈妈，伫高雄真济图书馆甲庄脚学校拢会使看到因。我是英哥，你敢知英哥是啥物货？英哥的国语叫伊虎啦，台语叫英哥。为着即摆台语故事的活动，拜三下晡因先来排练。这个剧团的团长是上重要的人物，台语的剧本是伊改编的。故事这个角色足单纯的，所以我拢会搁家加角色，搁加台词，互伊变做足趣味的，而且搁会当传达迄个意义。多数的演员有囝有家庭爱顾，大家拢是找时间来斗相共。亲像这位演水家的妈妈，对台北嫁来高雄才学台语。虽然讲袂练转，嘛愿意挑战。我一个人唱歌无啥物意思啦，我叫你来陪我唱歌啦。青蛙的角色请假，叫我来试看卖，我就戆我就来啊，然后我就去演啊，就是安尼，演了大概3场，然后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也毋过呢，拢是讲故意的。因为大家拢是志工，所以表演的道具嘛，拢是因家己亲手做出来。好佳在有这位美术专长的成员，会晓用上俗的材料做道具甲布景。阮拢家己力阮的团长一画阮大家做伙来做，咱用足俗的款纸来做安尼安尼，因为阮这是自工，但是。囡仔因虽然讲，阮这道具足俗，但看迄囡仔伊嘛足介意的。我的团员已经换了，搁再换了，搁再换。干那我一个人坚持将近15天。我为什么会遮尔坚持？就是因为阮出去看到囡仔的笑容。为着囡仔的笑容，剧团每当4界表演，有华语嘛有台语。今年秀热连续安排11场的台语故事，互囡仔看。哪算哪学，希望阿公阿嬷嘛会使带孙仔来做伙讲台语。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去日本。有去过日本的乡亲就知影讲，日本的便所已经是真清气啊！日本的东京，即马是出现一间全部拢是透明的公共便所。毋过呢，若有人伫内底时，玻璃就会变污。有人感觉讲，用这款便所用起来解叫，真歹势。毋过设计师是望讲，通光的设计，互大家改变对公共便所的歹印象。东京真闹热设旧的街仔路，8月初设置规个透明的公共便所，一间五花杂色的玻璃厝，若有正确使用，锁起来的时阵，壁会变做雾雾的模式来炸咧。这个机关的设计是互人感觉真新鲜，吸引袂少民众来试看卖。大家毋通看了无点，这个透明的公共便所是打造台南市美术二馆、甲南投埔里抓到2个建筑大师颁布上新的作品。伊希望改变民众对公共便所暗暗佮臭臭的刻板的印象，创造一个互民众舒适的体验。日本政府甲非营利组织、日本财团主导的公共便所改造计划，甲安定中雄，还有移动方向等等真有名的建筑师合作，未来会伫咧东京设具拢总17个所在起公共便所，按算明年热天完工。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
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ットがですね、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不过，这尔新型的设计虽然得到袂少正面的评价，不过嘛有民众讲，变数直接看现现，实在是无啥好看。嘛有民众烦恼讲，若操作了无好势，恐惊会互看了等等安全相关的问题。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けど落ち着かないです。原本为了迎接2020东京奥运，日本观光厅伫3年内征收300外个公共便所，都是希望予旅客留下好的印象。即嘛受到疫情的冲击，致使奥运延期。不过，公共便所的革命也是伫进行当中。若是未来顺利恢复观光，一定会引起另外一种特殊的旅游话题。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今年热，因为无国际观光客，致使红得做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克里姆林宫，甲一寡建筑物，因为欠观光的收入，资本讲要征收要维护古迹的计划，即嘛因为无钱啊，所以爱延后。各位彩色马赛克大长头，东正教特点鲜明的圣巴索大教堂是莫斯科著名地标之一。为遮沿着红场石板路，沿看俄罗斯国父列宁的墓、政治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国家历史博物馆，甲迄个金色大长头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拢是帝国历史风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甲红场周边建筑群，30年前正做全国第一个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宝。去年邀请300万的观光客，不过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内外封锁，人潮只剩一成。有名主教座堂广场甲边的克里姆林宫军械库，7月初3重新开放了后，一摆竟然容纳150名游客。周边博物馆群大量古迹甲文物，也因为欠钱，无法度进行维修。Н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каранти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проводить все те реставрационные работы,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намечены в плановом режиме. 这博物馆原本靠门票收入断营运，今年只剩国家疫情补助，不过对明年景气业者依然真乐观。Кроме того, с января, опять-таки, если ничего не случится, с января вводится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иза примерно для 53 стран, куда вошли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тран Европы. 俄罗斯旅行业者协会表示，将近9成游客并无取消今年预定的旅行，而是将计划延后，再加上明年开始的电子签证，因互所在国游客更加方便到俄罗斯。红场甲周边丰富的文化遗产，绝对是外国观光客一定爱来景点。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去北归来看白鳃牛是全世界中国要坐镇的动物之一。研究团队即马有对2只鳃牛母的身躯内底摕2珠，望讲透过人工的方式来斗生团。好咧，望即只鳃牛母的面甲安大，那操作仪器，科学团队当咧为北非白鳃牛的体内甲卵子取出来。那金甲法图是目前全球上尾的2只母的北非白鳃牛。2018年，全球上尾一只公的北非白鳃牛，苏丹过身了后，要互即种强要断种的鳃牛，搁生团落去，就敢会当透过人工繁殖的方式。If you want to start a population of a northern white rhino, one baby is not enough. You need as many babies as possible.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would like to repeat the collection of eggs, let's say every 3, maybe every 4 months. It would depend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females in Alvegeta. 因为纳金甲法图拢无法度有新，研究团队表示，会甲取出来的卵子，甲进前冷冻起来，公的北非白鳃牛的精子结合，另外选一只母的南非白鳃牛来争做代理孕母。北非白鳃牛甲南非白鳃牛是真接近的物种，除了大的所在无共款以外，分丝的特征嘛有淡薄仔无共。I have to admit that we might not succeed fully with having a new northern white rhino population, but these methods that we use and that we have developed, even if they wouldn't help northern white rhino to survive, there are definitely other species that could profit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we gain, dur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50年前，有人伫咧非洲世界乌白掠几千只鳃牛，拢是为着取鳃牛角来创利头，佮加上当地内战不断，致使北非白鳃牛的数量减少真济。科学团队5万10年后，会当建立家己会当生团的北非白鳃牛族群，
互伊伫咧原本生活的所在继续反复生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虽望今仔日雨会较点，啊，毋过即马爱细日，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扰动，有机会伫拜六礼拜变风台，伫后礼拜一、拜二会上挂近咱台湾。啊，那温度的方面，因为今仔日南部的云较高，所以高温只剩30度左右，其他所在高温有33度到35度。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详细温度。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的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的。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作点头，罗马字写作的音丁特熬头，丁第7调，头第5调。顶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伫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伫表演。较接看到的顶头有车鼓阵、牛犁仔阵、百家将等等。顶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顶头袂使无的。顶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顶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鼓阵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佫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三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添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多，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啥物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
啊鸡仔的鸡甲奇怪的奇共音，才会讲无奇不有。溜、顶头、车鼓阵、宋江阵、大桥阵、北馆。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赢马祖，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闹热的人是定定。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